咁呢條影片咧，我哋會由一個基礎嘅脈絡開始，再去慢慢深入咁樣去探討呢一個話題嘅。大家咧喺影片度見到我係冇紫砂茶壺嘅，因為我個人咧係比較偏向用蓋碗多少少。咁我之所以揀蓋碗作為我常用嘅煮泡器，有以下嘅原因。當我仲係一個完全新手去接觸茶具嘅時候咧，當時咧我見到各式各樣嘅茶具嘅時候，我嗰種又興奮又迷茫嘅心情。喺咁多嘅器物入邊啦，有兩樣係最吸引我嘅。第一咧就係紫砂茶壺，第二咧就係蓋碗啦。而呢兩個咧，亦都係我當時好想入坑嘅器物嚟㗎。當時嘅我咧，同好多嘅新手一樣啦。其實一開始咧，我係對紫砂茶壺充滿憧憬嘅，因為咧，我成日聽聞好多老茶客去講佢嘅呼吸啦、養潤啊，或者可以令到茶湯更加順口嘅一個傳說。呢各方各面嘅説法咧，都好令我覺得心動。但係咧，隨住我泡茶嘅時間越嚟越長啦，我都走過一段從盲目崇拜到理性追求嘅一個過程。而最終咧，我都係發現蓋碗咧先至係最佳可以陪伴我嘅好拍檔。而紫砂茶壺同蓋碗究竟邊一個適合新手多啲呢？我哋必須要系統性咁樣去對比佢哋。第一，紫砂茶壺咧，我認為佢係一個需要時間去培養默契嘅一個老 partner。佢嘅魅力咧，究竟喺邊度呢？第一就係佢一個氣韻生動嘅魔法師。紫砂茶壺咧，佢有個獨特嘅雙氣孔結構，裡面咧就好似一個微型嘅生態系統一樣。佢唔單止咧可以吸收茶湯嘅香味，都可以咧喺長時間使用之後咧，將一啲香味慢慢釋放，同埋新泡嘅茶葉咧去進行一個隔空嘅對話。而對於一啲比較濃烈嘅茶，譬如係武夷岩茶、寶普洱等等呢啲香氣層次更加複雜、講求韻味嘅茶葉嚟講咧，紫砂茶壺咧就可以將佢嘅整體香味咧融合得更加綿長順口嘅，從而咧去達到一個揚香嘅效果。而第二，我就覺得紫砂茶壺咧就好似一個溫柔敦厚嘅一個雕塑家一樣，佢呢一把雕刻刀咧，其實係好巧妙咁樣去掩飾咗一啲茶葉本身嘅缺點，一啲咧有少少澀味啦，或者係火力稍為重咗啲啲嘅茶葉。紫砂嘅氣孔咧係可以吸附咗一啲令你覺得口感不悅嘅物質，從而咧令到你飲落口嗰杯茶湯咧更加順口柔和。再加上咧，紫砂茶壺佢嘅保溫性咧係極佳嘅，所以咧佢持續咧可以幫一啲茶葉去加溫，特別咧係適合一啲需要用高溫啦去逼出茶葉裡面內含物質嘅茶，譬如係一啲緊壓茶啦，或者係一啲老茶等等嘅。而第三啦，就係一個養成系嘅樂趣，養壺咧就好似同一個器物之間嘅一個馬拉松比賽一樣。你咧從啱啱收翻嚟淡然無光嘅茶壺，喺自己手入邊咧慢慢去滋養佢，令到佢變成溫潤如玉、光澤內斂。呢一種成就感咧同埋情感連結咧，係其他茶具俾唔到你嘅。佢記錄咗你每一次品飲，就好似一個帶有生命嘅藝術品一樣啦。而紫砂茶壺咧，我認為佢嘅缺點咧，其實都係在於門檻比較高嘅。基本上我覺得啦，只要你冇預算嘅限制，或者係冇選擇嘅限制咧，其實咧紫砂茶壺基本上係冇乜太大可以挑剔嘅地方。而佢嘅門檻究竟喺邊度呢？第一就係專一性啦，呢個係優點，亦都係紫砂茶壺最大嘅限制。一壺不是二茶咧，係專業紫砂玩家嘅一個鐵則嚟嘅。因為咧紫砂茶壺佢係會吸味，如果你今日泡普洱，然後聽日咧又再攞佢嚟泡清香烏龍，兩個之間嘅味道咧就會互相干擾啦，從而咧就會毀咗一把靚嘅壺。即係話，如果你想認真地對待3種或以上嘅茶葉咧，你就要去投資3把或以上嘅好壺啦。呢樣嘢咧，對於無論係金錢啦，定係收納空間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唔細嘅負擔嚟㗎。第二個咧，我需要咧去延伸嚟去講嘅，咁就係佢深不可測嘅價格同埋一啲水分啊。紫砂茶壺咧，佢嘅市場係龍蛇混雜嘅，佢由幾十蚊嘅一啲化工模具壺，去到幾萬蚊嘅一啲名家手工壺啦。對於新手嚟講咧，係極度之難分辨㗎。而你買到啲劣質嘅壺啦，唔單止係冇益，反而會危害你嘅健康。而究竟呢潭水有幾深呢？我哋就可以將市場上面嘅紫砂壺咧大致分為幾個等級，而佢嘅價格同埋品質嘅落差咧，其實係超乎一般人嘅想像㗎。首先第一啦，就係最底層嘅化工壺同埋一啲罐裝壺，咁佢就係由幾十蚊啦，去到100-200蚊不等嘅。呢啲咧就可謂係坑中之坑。呢類型嘅壺咧，多數咧係會用最劣質嘅一啲陶土，甚至咧根本就唔係宜興嘅紫砂泥。佢會為咗咧令到成品望落去似紫砂啦，因此咧佢會喺裡面添加大量嘅鐵紅粉啦、
碳酸鋇啦、氧化錳等等嘅化工顏料嚟調色，嚟去模仿一啲紫泥啊、朱泥等等嘅色澤嘅。而呢一啲嘅化學物質咧，佢喺高溫沖泡之下咧，可能會溶晒出嚟。而長期使用咧，其實係對健康構成好嚴重嘅一啲風險嘅。而佢嘅製作方法啦，大多都係灌漿啦，或者係用機械去壓製，基本上係零工藝可言㗎。佢個壺身比較死板啦，而色澤咧係比較豔俗嘅，就係純粹嘅工業騙局。而跳上一級啦，就係中下層，咁就係一啲普通嘅模具壺，咁就去到幾百蚊啦，至到 around 可能1000出頭。咁呢類型嘅壺咧，用嘅就係宜興地區嘅普通陶土，咁佢會夾少少嘅紫砂泥，咁而呢啲泥料本身就雖然冇毒，咁但係咧啲質料咧就一般啦，咁就缺乏咗頂級紫砂泥嘅溫潤感同埋雙氣孔嘅結構，而佢哋咧多數係會用一種叫半手工或者俗稱半手嘅一個擋坯嘅方法嚟去製作嘅，即係咧佢會喺模具嘅輔助之下成型啦，產量非常之高嘅，器型咧就千篇一律。而呢類壺咧就係大部分市場上主流，雖然可以正常泡茶，但係對於紫砂嘅發茶性嘅諸多優點咧，佢表現得係微乎其微嘅。最多咧就係作為一個可以用嘅一個茶壺。然後咧嚟到中上層開始啦，咁佢就係一啲優質少少泥料嘅一啲全手工壺，亦都係俗稱全手啦。咁佢價格咧就大概1000後去到幾萬蚊不等嘅。咁就由呢一個階層開始啦，其實基本上先係真正接觸到一啲紫砂藝術嘅門檻。而呢類壺咧就具備一定功力嘅工藝師去製作嘅，採用咧就係一啲優質嘅原礦紫砂泥，而泥料咧純正。陳腐時間咧都相對比較足夠嘅，咁佢具有養護嘅潛力啦。再加上咧，因為佢大部分咧都係全手工拍打成型嘅，或者係啲半手工嘅精工修飾啦，所以每一把壺咧都會有少少嘅差異，咁就所以咧就從而充滿咗一啲手作嘅溫度同埋一啲匠人嘅思想。而佢嘅價格咧，亦都反映咗一啲泥料嘅成本啦、工藝師嘅技藝啦，同埋一啲聲望嘅，以及咧就係真正嘅實用同埋佢嘅收藏價值啦。然後再上一層啦，基本上我哋一般人就唔會接觸得到嘅，就係一啲名家同埋一啲大師壺。咁咧佢嘅價格咧就由幾萬蚊啦，去到幾百萬不等嘅。而呢一個階層咧，基本上已經進入咗去藝術品同埋投資品嘅一個範疇。咁作者咧通常都係一啲擁有高級工藝美術師或者係工藝美術大師嘅呢啲頭銜嘅知名藝術家。佢嘅作品咧唔單止係泥料用最頂級，工藝非常精湛，亦都係蘊含住強烈嘅個人風格啦，同埋藝術創造力。而一把大師嘅壺咧，往往咧就係泥、工、形、款、工嘅完美結合，佢嘅數量咧係極度稀少嘅，佢嘅市場價格咧就係藉由作家嘅名氣啦、藝術成就、作品稀有度同埋市場追捧度去共同決定嘅，就充滿呢個金融嘅屬性。而新手嘅困境啦，我認為在於啦，就係大家都會抱住對紫砂傳說嘅一啲憧憬，但係又缺乏分辨咧我頭先講嘅唔同階層嘅一啲火眼金睛啊。咁所以一個劣質嘅化工壺啦，喺一啲網絡商城嘅精美圖片或者誇大文案嘅包裝之下啦，可能就會吹噓成咧一啲原礦老泥啊、全手工製作啊，而價格咧甚至飆到上1000蚊嘅，咁就令到新手咧就以為一分錢一分貨而上當。而即使喺實體店啦，冇上手過足夠多嘅好壺咧，其實你好難由色澤啊、手感啊、敲落去嘅聲音、做工細節去分辨佢嘅真偽㗎。所以咧，對於一位尚未建立一個鑑賞力嘅新手而言，踏入紫砂壺嘅領域咧，就好似一場賭博咁樣。咁所以我個人咧就成日都會覺得，與其你冒住一個高風險去買一把可能會危害健康而且毫無價值嘅一個西貝貨啦，不如你先由一把忠實、安全嘅蓋碗開始，喺品茶嘅過程之中咧，先慢慢累積知識。等待時機成熟咧，先至再涉獵去紫砂呢一個深不可測嘅江湖
壺嗰度會比較好嘅。而第三個部分啦，就係因為個紫砂壺嘅顏色啦，裡面係比較黑嘅，所以咧你作為新手咧，你冇辦法好直觀咁樣望到茶葉舒展嘅狀態，因為你冇辦法睇到裡面嘅湯色啊，所以咧你泡茶出湯咧，你只能夠憑感覺或者係憑你嘅經驗嚟去出湯。咁對於新手去判斷個茶葉嘅狀態就有少少唔係太友好啦。咁而第四啦，就係你維繫佢咧係需要都唔少嘅成本嘅。因為香港天氣比較潮濕，咁你使用完之後每次清潔你都需要好仔細，同埋咧你需要徹底陰乾佢啦。而養壺嘅過程咧，亦都唔可以心急嘅。有啲時候咧，有啲茶客為咗想令到個壺咧快啲變得溫潤啦，所以就淋大量嘅茶湯上去。咁但係咧呢樣嘢係會好容易去結成一個茶垢茶漬嘅，並唔係一個正確嘅途徑。點解蓋碗咧就成為咗我茶席嘅主角？咁就喺我充分理解咗兩者嘅特性之後咧，我嘅天平咧就好堅定咁樣傾向咗蓋碗啦。呢個咧唔單止係一種偏好嚟嘅，亦都係一個學習路徑啦，同埋一個茶道觀念嘅選擇。我揀咗咧係用求真而唔係修飾嘅方法，因為喺學習嘅階段啦，最緊要咧就係你需要建立一個真實可靠嘅味覺資料庫。而蓋碗咧就好似一個嚴謹嘅導師一樣，佢唔會掩飾我嘅失誤，亦都唔會美化咗茶本身嘅優點。每一次苦澀，每一次味道淡咗，都會清晰話咗俾我聽咧，究竟係我水溫高咗啊，時間長咗啊，定還是茶葉本身嘅品質就係咁啦。而呢種直接嘅反應咧，就係技藝進步最快嘅催化劑。我要首先知道就係呢隻茶究竟係邊個，先至再決定我要將呢隻茶變成點樣嘅樣。而紫砂茶壺嘅修飾功能啦，對於我嚟講咧就係後話啦。而第二就係我選擇咗就係自由啦，而唔係束縛嘅。因為我自己飲茶習慣咧比較隨心所欲，我唔想咧因為今日想飲鐵觀音啦，就必須要動用一把專泡烏龍嘅壺，亦都唔想因為咧我冇買到一個專攞嚟泡白茶嘅茶壺啦，就放棄去品嚐一個新茶嘅機會。而蓋碗咧就俾咗我最大嘅靈活度啦，令到我嘅茶席咧可以成為一個開放而且包容嘅實驗場，唔再係一個咧被器物劃定邊界嘅一個封閉王國。而下一個就係我選擇咗我精進技藝，而唔係依賴個器物。用蓋碗咧就迫使我專注去泡好茶葉嘅本身，水流、水溫、浸泡嘅時間。佢話咗俾我聽，一杯好茶嘅關鍵在於人，而唔係在於器。當我通過練習克服咗辣手嘅恐懼，當我可以用同一個蓋碗咧為唔同嘅客人去泡出適口嘅茶湯嘅時候，我所獲得嘅成就感咧，遠比滋養一把壺嚟得更加直接、更加深刻嘅。有第四，我選擇咗就係跨越呢個門檻啦。辣手呢個問題咧，通過練習正確嘅三指法，就係用拇指、中指去拎呢個碗緣，食指輕輕壓住個蓋鈕咧，同埋揀一啲邊緣反得比較出，蓋鈕比較高，氣形流暢嘅蓋碗咧，其實係完全可以克服嘅。呢個咧只係一個非常之短暫嘅學習曲線，一旦咧你跨越咗咧，就海闊天空噶啦，基本上。咁所以咧，最終嘅結論同埋建議對於我而言咧，就係蓋碗咧同紫砂茶壺兩者之間咧並唔係對立嘅，而係代表咗咧喺學習路上嘅唔同階段。蓋碗我覺得佢係基礎嚟嘅，佢係顯微鏡，係一個萬能嘅鎖匙，佢適合所有人，尤其係新手，等佢嚟認識茶、練習技藝、去探索自己嘅口味，就係最佳嘅選擇。而紫砂茶壺咧就係進階，佢係美化師，係專屬嘅伴侶。當你咧對某一種茶，譬如係某一種普洱啊，一種岩茶，有咗一個深刻嘅理解同埋鍾愛咧，並且願意咧同佢進行一個更加深度嘅對話嘅時候，你先至再為佢咧去配上一把專屬嘅紫砂茶壺，咁咧就將會係技術同情趣嘅完美結合啦。因此咧，我嘅選擇就係會以蓋碗成為我日常使用嘅核心嚟去建構我日常嘅茶席嘅。希望大家咧聽完我呢段影片咧，就會對紫砂茶壺啦同埋蓋碗亦都有更深入嘅理解，或者你哋咧都可以透過睇完我段影片咧，去作出你哋個人嘅選擇嘅。咁咧，我哋就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